回眸经典，品味戏剧之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经典回眸。越剧表演艺术家戚雅仙一生为越剧事业鞠躬尽瘁，留下了许多经典剧目和人物形象，也留下了缠绵哀婉、醇厚动人的七派声腔艺术。1988年，上海电视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了戚雅仙流派艺术演唱研讨会，七派弟子和老一辈艺术家登台演出，姐妹剧种的艺术家也前来祝贺，为戚雅仙的艺术人生做了一次很好的总结。花烛是戚雅仙50年代演出的另一个剧目，其中有一个唱段4季1，流传很广。下面就请盛县越剧团的周丽君、静安越剧团的徐艳丽，上虞越剧团的王菲菲、南汇越剧团的刘全，这4位七派花旦给大家演唱4季1。
朋友，下面请大家欣赏晋安越剧团的朱祝芬演唱的历史剧《文姬归汉》中的劝香选段。三姓诸位大人听令。
你为何不唱下去了？神仙，一家门上迎亲，心意皆大难顶听。我家门正在兵，离你在内绕民生，有多少地位人教徒，有多少高驴高会人，有多少老人生子女，有多少孩童离伤亲，有多少兄，有多少弟，有多少冤，有多少恩。问几日亲生长女被同生，历经最难过来人。神仙啊，举高位不传名，下举名送起军，天下不是好名。万里战旗万风声，我的是非尽难成。大山大大人生，来山下团团山河山，红浪听听，回不来我兄横七附身，色对有理，老夫这就虽为见礼。谢丞相。两兄。两兄。
我当送相rat到郎中前，我亲手施主上子就等了一3年久，今日举杯喜面前。我郎
娘，
经典，品味戏剧之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经典回眸，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回眸经典，品味戏剧之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经典回眸。越剧表演艺术家戚雅仙一生为越剧事业鞠躬尽瘁，留下了许多经典剧目和人物形象，也留下了缠绵哀婉、醇厚动人的七派声腔艺术。1988年，上海电视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了戚雅仙流派艺术演唱研讨会，七派弟子和老一辈艺术家登台演出，姐妹剧种的艺术家也前来祝贺，为戚雅仙的艺术人生做了一次很好的总结。是什么的良心他恨，谁愿意将亲生女儿送上门？平常日生计所盼出无奈，我若分离也伤心啊！儿哭问百上良心，他不给忘恩负义无人情，我为他争得多少鲜花人，到头来将我没有生意灵啊！宝儿是女人可笑脸迎，不结婚莫上门。姑娘呀，年轻当作要件事，到生老之王去当做马路神。干什么良心是什么恩？还不是王军把人还人啊情啊！三苦恩负上生意令，他不给表院打来一对金，每人家人300两，害我3千元。
取经去散其死气。亲夫君，与妹同团拜红洞园，陪我远望黑呀山。这一难话，一个内人讨了两个女人，自然要引起出海风波。言道：千里主官这为谁？鬼不团长岂不要愧杀老本？你不找他只好用人，他一当你去找，他的当也许退了。苏三，你怨天怨地有什么用哦？我有思有想有哭。什么？红洞原来无好人？哎，那不用说，我也不是好人喽。来来来，将这锅打上。我一句话儿出残去，弟弟一把我气生，我最上前去忙陪。好女儿，我哪会生气？弟弟，去吧。弟弟慢来，昔日怪的姑娘，想现在我与王公子分别之日，在生前立下誓约，事情带我先去做高山里。是也好，去吧。期派的百花公主别具风格，尤其是百花台这场戏，体现了期派艺术的多姿多彩。下面就请静安越剧团的周雅晴为大家演唱。啊
心还急，把话题，把话公子暗自黑，把石榴放传卖的。先生你许多问，千万语三不尽。家。
走路的去我哪里？必须要不怕艰难与前行。尊君啊，愿意之下用坚定。先生，我此生就不离先三老夫不理我苦苦相儿18层，寒悲生泪多少恨。今日里孩儿真的上门来，我恰是生于不仁难决定。我不生儿心碎，我杀生儿不应。你孤当私生子，生儿要回孩一生，生了啊我就天就人与何用？求你替我把旨意听。大娘，这真是生死早已只一旁，何惧当时谁爱他？这是那18年来悲痛事，要讲在经过原委，情伤。什么自证他在于山上，什么自证爱是你夫郎，什么自
山花。家女夫死实爱，都是光，一时苦涩不起步，谁知道巧遇大意落尽亡。我与他同年也望早相识，与爱重逢紧跟上，大意他原是澳门独生子，真与我尼姑配在上。门当户对明媚去，在迎你征婚做新娘，可是他一往情深难忘我，到婚出走都永忘。我一人几次劝他回家庄，真乃是他无情不愿尽心房。你们是到此受尽不肯放，他有急有气报平吧。我真想在他一起死，真乃是腹中流下笑。啦啦，我一人要不步送子到府上，真乃是东郊失落银苗忙。
国一乐章，愿在复兴与下场。我事业面目无言海，乱quân事与也平常，指望能抚育儿是亲娘。我是胜利仙山大草，虽满金山，也难到金箔发烈，捆绑。
为妻子欺人把重美心，请用人愿理同夫下三岁，初相见，风雨同走过，今生托终身，媳妇化作金乱世，以为是夫唱妇在共8年，吃不了你还风不轻易难行，为了你新家里你开呀铺，为了你断也强饮永忘去，为了你杀身亡石头，心
用。这指望亲父儿长大，谁能了传比娘为重？今以为问我能几时苦相对离落儿面孔，而无知离谁当是疼啊，娘悲情心我一梦long。顷刻间，竟不见娘婿，从此已在把儿痛。儿啊，这一件件衣衫为儿做，一阵阵是娘亲随风，娘为儿子举起年意，苦里儿把三岁无依寒冬。儿啦儿，人无晓得为娘哭。是啊，他真知生离一丝必痛。你要快趁此娘万岁，再想起是非上。
风塌下。石头，总有一天我要推倒雷锋，报此他人。哼，谁要雷锋塌倒，自非西湖水滚。叶梅，愚兄这不怨你呀，你可知道我为你呀，一路上帮得怀里。
经典，品味戏剧之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经典回眸，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经典的艺术家、经典的作品、经典的电视呈现，让我们一起共享经典。欢迎您收看由我们七彩戏剧频道为您推出的经典回眸栏目，我是张芳。越剧表演艺术家戚雅仙老师在舞台上塑造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留下了缠绵哀婉、醇厚动人的七派声腔艺术。1988年7月，上海电视台和上海广播电台联合主办了戚雅仙越剧流派演唱会。戚雅仙老师的学生们和许多越剧表演艺术家们纷纷登台演出，姐妹剧种的艺术家也前来友情助阵。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注下，这次的演唱会成为了他越剧生涯中的珍贵回忆。观众朋友，我们的邓颖超大姐特地为这个演唱会呢题写了祝词。她说：“祝戚雅仙同志在越剧艺术上取得出色的成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禺同志和他的夫人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茹同志也为演唱会题了词。雅歌满江南，仙境来天上。今朝我来了寿金剧场召开流派演唱会，我的心情很激动。曾经我来了50年代长期来了各只舞台演出，今朝又来了搿搭召开演唱会，我觉得很有意义。我没更多的闲话可以讲，总了一句，表示衷心感谢大家。我们的老观众都知道，戚雅仙同志呢，不到20岁的时候，已经在越剧舞台上崭露头角。50年代初，他唱的婚姻曲啊，曾风靡一时。对。刘伟，我们这个演唱会啊，就从婚姻曲开场吧。好的，下面我们欢迎金靖等12位七派弟子一起演唱婚姻曲选段。婚姻法律保障。
燕子，这12位气派花旦唱得不错，很有气派的韵味儿。他们有专业的，有业余的，还那个10岁的小女孩唱的也挺老嘎的啊，赢得了大家的掌声。是的，这是戚雅仙解放后的第一出成名作。下面要请大家欣赏的是戚雅仙在50年代的另一出代表作，《琵琶记》中的剪发卖发，由静安乐剧团的周雅琴演唱。
观众，戚雅仙在48年的艺术生涯中，共演出了49出越剧，《白蛇传》就是她的保留剧目之一，从50年代演到80年代，久演不衰。在这出戏的哭塔唱段中，戚雅仙揉进了浙江婺剧的唱腔，使人物感情的分寸把握得更加准确。下面请大家欣赏这段唱。白娘子由戚雅仙扮演，孟郊由著名毕派小生杨文蔚扮演。
各位观众，著名的滑稽演员周伯春也参加今天的期盼演唱会来了。下面我们欢迎他表演节目。一次呢，我是来作舞；二次我是来熟悉来的。我现在也来唱两句切拍唱腔。我是船长唱花队的。有两讲我走把声唱花队唱得比较文雅的。对的，人家才叫我混对的。徐郎啊，徐郎，后头才是好朋友。为妻子，请你把入我眉袖，唱得不大像啊！我说哪能后头反应啊？我说。穷人远离东府下山走，为了你杀生忘记脱了，都太紧张了。杀生往事到心肠，为了你塞满金山发海顿，为了你不听亲儿俩一劝，为了你断交俺把情儿女。下面我们欢迎著名的独角戏演员杨华生表演节目。节拍的好处是一个字，伊拉词弄交关的，我就一个字，啥个字啊？地，一个腔弄了地，明明地，地精精，地精精。那听节拍了，嘴巴里觉得有地面的，不仅地，我还发现外加为西。嘴巴里有细米的，那还有觉着嘴巴里好像这个小开呀一样，越来越细，越细，当然细了，不是夸张。要发细，哪能好叫切下细？伊拉讲我杨华生学切下细，学得比切下细还要细，侪讲我像伊笃戏，有两个讲我像潮汕戏。不管伊潮汕戏、伊笃戏，反正只要戏，那不相信，今朝我来学透一段节拍，那搭搭味道看，到底戏不戏？现在我要大唱一唱，连动作身段统统拿出来，一台伴奏。切下去了，培养思想感情。上进不必累，上流三夫。
以来，听从头，观察十担米八斗，你在也要多。春马青，谁得是来？你将我谁不是来？你将我丢1947年，戚雅仙和徐玉兰演过一出悲剧，叫《乡间泪》。刘维，你看过吗？哦，我听说过这出戏，但是没看过。你当然没看过，那时候你还小呢。我与他。
七雅仙曾有原派小花旦的美称。是的，经过七雅仙多年的刻意追求，终于在越剧舞台上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七派。我们希望今后在越剧舞台上出现更多的流派，使越剧之花开得更加鲜艳。人生有涯亦无涯。尽管从80年代末开始，七雅仙渐渐减少了舞台演出，但他对传艺育才、提携后辈却做了很多的工作，使一批青年演员能在真正的舞台实践中脱颖而出，令人注目。而由七雅仙所建立的晋安越剧团，更是为戏迷朋友们奉献了无数经典的剧目，受到了大家的喜爱和肯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在下期节目中，我们还会播送更多珍贵的电视资料，希望大家还是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您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